自乌山头水库到嘉南大圳，水路超过16000公里，灌溉嘉南平原这个台湾上重要的农村。我即摆清水沟啊，无清会塌掉的啊，水尾就袂当食，清土、树啊，那古山话落来，咱就搭清的，后干啊，有诶无拢有啦。嘉南大圳这颗米啊特有的江水人制度，自日本时代沿用到今，负责分配农产水资源。逐年通水期间，一天会先产水3至4摆。确定所有的田拢食水。我即摆开水门啊，关到开啦，这卖水尾，两边拢水尾，但是咱都公平，这样一半。水尾爱先加条，有来当我水头啦。江水资历要活20冬，就算已经做到小组长，园区内倒一窟田先食到水，倒一窟会较慢挂，大概就爱伤脑筋。安怎分配，全靠智慧。即摆水拢放咧上细，对不对？上细你都问题都还袂补田的，人也在补田吼。你后壁食。咱会放较大，看敢袂当放较大的卖啦。这个后壁。安尼啦，总是人家在食尔啦，哟，就切啊袂补的啦。有通水，江水人才有势头。逐日1000桶的薪水，工课并无轻巧。特别亲像2023年拄着百年大渴旱，严重欠水，农民朋友为着灌溉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险险拍歹感情。这个要去验遐啊，话要去验遐啊，怎啊小样啊？处理就叫阮来，啊我无法度，我叫站长来啊。咱就顺下遐来啦。欠水暗时拢会出来，11点外还佫来，12点外慢来。啊，话因会来偷开啦，较早用锁在锁，但是锁吼，人也剪长去啊。啊，较早阮也铁链啊，阮也是锁咧，无得半点钟，你的链啊甲锁头拢无去。水惊互人抢，惊互人偷。工作站想尽办法和农民结头壳，看啥人较厉害。你去甲开水门，会造成大家咧食水无公平，阮咧分配就无公平。所以我甲阮同事讲吼，你探听即摆农民要用对焦吼，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套啦？伊毋是讲真正要去甲伊破坏是啥，其实伊的诉求最主要是要较紧食到水安尼尔。江水人最近几两冬拢感受气候变迁的影响，若像2023年大渴旱。头一届全年度休耕，掌握水资源的江水人，重要性就大大增加。大个水门啊，讲就是透过工作站这边去做控制，将水工去巡看了后，这仓库若是水拢有够啊，伊就回报给工作站，然后工作站就甲这边的放水量减少，互去较无水，还是讲食袂够的仓库。啊，你有若我都不去帮伊解决这问题，甲伊水送到伊仓库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成就感。嘉南管理处农总称2名江水人，透过因的江水甲管理，通帮助减少2城用水。每位负责区域超过50公顷，拢是袂细负担。阮较早传统，为阮工作站来到这1:20分。假设阮水尾也无需要水，阮是毋是爱来这关水？啊，这个1:20分的时间。其实按水都有浪费啊，吼！啊，因为即马是讲，即马科技的时代，阮前几年啊有做迄个智慧灌溉，吼，所以就是变成讲，若有手机啊，也是有网络上网，啊，就会使去操作这个水门。我搁住台北，我嘛会使伫手机啊，就使甲关这个水门啊。透过科技来控制水门，通更较有效率管理水资源。因为气候变迁的挑战愈大，搁着靠这点江水人传承的智慧甲经验。